最近有讀者問我哋點解搬咗去英國之後，頭髮變得乾燥粗糙，打理起嚟都麻煩好多。洗完頭唔再好似從前咁順滑，仲成日覺得好似洗唔乾淨。唔少人都懷疑係洗頭水唔夾、氣候影響，甚至驚會開始甩頭髮。但其實多數情況唔關頭髮本身事，原因往往出於大家忽略嘅水質問題。香港日常用水大多數係軟水，不過英國尤其倫敦同東南部地區普遍都係硬水。硬水入面含有大量鈣、鎂呢類礦物質。洗頭水主要靠表面活性劑洗走頭皮嘅油脂同污漬，但硬水入面嘅礦物質會同洗頭水成分產生化學反應，生成難以沖淨嘅殘留物。呢層殘留物會令頭髮變得粗糙冇乾澤，仲容易打結，同時都會削弱洗頭水嘅清潔效果。污垢就更容易積聚喺頭皮同髮絲上面。呢種變化一般唔會影響頭髮生長，毛囊都會維持正常運作，只係會改變頭髮質感、光澤同順滑度，令日常打理變得吃力。頭髮狀態唔會一成不變，會跟住環境、生活習慣同時間慢慢轉變。面對環境變化，出現呢類情況都屬正常反應。大家如果有任何頭髮相關問題，都可以下方留言，我哋會逐一回覆。